开完国小夜光天使班成立是为了帮助弱势家庭的囡仔，放学了后有免费安亲学习场所。学校不但会安排老师指导课业，并会提供免费暗顿，让家长会当安心打拼，免烦恼囡仔，实在足甘心。北门西主会是伫5当前知影学校有这款的暖心安排，并为迄当时就固定关注学校志经，爱心无中断。很开心今天能来到开文国小做这个捐赠活动，因为我今年是北门会今年的会长，在这个活动已经在我们会维持5年，很开心这个活动能继续下去，也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开心的长大。这一个活动已经是第5年了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师兄师友师姐们哈。那我相信小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，他们一定能够快乐的成长、健康的成长，然后好好的学习。今天他们呢受到别人的帮助，我更期待以后呢，他们也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贵人。这次爱心活动，北门西主会也邀请仁爱西主会、古都西主会、永恒西主会、国际西主会第10专区梁孝全主席、国际西主会第20分区林美玉主席，甲第21分区主席侯伟博，以及驻区总监特别助理尤华恩共同参与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